城規會修訂工業地嘅用途，將資訊科技、傳訊業納入工業範圍裏面。有測量師認為新修訂對工業大廈轉型嘅幫助唔大，而從事科技發展嘅人就話，長遠有助減低租金成本。葉碧新報導。雖然修訂對資訊科技業長遠發展有利，但係業內人士仍然批評政府反應太慢。可能政府做得比較慢啲啦，因為其實你睇翻資訊科技，即係政府鼓吹資訊科技 R&D 啊、互聯網中心呢啲，其實都係1、2年前以後嘅事啦。去到而家今時今日嚟講，其實已經係無論電信公司好或者互聯網數據中心好，已經有一個調整期啦。咁而家嚟先至做咧，就我唔會覺得會有一個即時嘅收效咯。但係長遠就我覺得係有一個正面嘅影響嘅。而亞太地產聯席董事何美詩就認為，城規會將審批縮短至2個月，同埋將豁免書嘅費用標準化，長遠嚟講有助新興行業嘅發展。但係新修訂對舊式工業樓宇嘅轉型幫助唔大。舊式工業樓咧，因為佢本身嗰個樓宇嗰個結構未必係適合做一個數據中心嘅。咁如果工業樓咧，佢哋係唔係單一一個業主咧？我諗咧，佢個重建機會亦都係低啦。咁另一方面咧，目前嘅嗰個工業嘅樓價同埋嗰個工業嘅租金咧，亦都唔可以話令到發展商有覺得係好嘅投資嘅商機咯。咁我睇上嚟咧，你話大量重建咧，唔會有㗎啦。佢指出，數據中心嘅需求早喺95年已經開始，唔少發展商已經將商貿樓申請改作數據中心，加上科網熱潮減退，預計呢方面嘅需求會下降。而規劃署亦估計喺2016年，工業樓會有高達420萬平方米嘅剩餘樓面面積。喺供應量偏高下，佢預期工業樓宇嘅賣價同租金都唔會因為今次嘅修訂而有太大變化。有線電視記者葉碧新報道。